在天使嘅懷裏。佢講一個姐姐咧，佢就喺某個州去某邊個州咧，佢就搬咗去紐約嚇。咁紐約嘅時候咧，佢自己一個住。咁咧佢嘅阿妹幫阿媽咧就住喺另一個州嚇。咁佢阿媽嘅年紀大㗎啦嚇，咁所以咧都好關心佢嘅媽媽。咁有一晚咧，佢收到一個 call，係佢媽媽打嚟。佢開頭好緊張，即係你接到 call 咧，如果係你有屋企人年紀大咧，你都好擔心嘅。係咪佢有問題咧？咁樣。咁佢接咗電話嘅時候咧，就佢阿媽，原來阿媽把聲嚟嘅。咁即係唔係阿媽有嘢啦？咁佢話俾佢聽，原來佢妹妹咧就昏迷咗嚇，就發覺咧佢個腦裏邊咧有個動物瘤嚇，咁咧就送咗入醫院預備做手術嚇。咁佢聽到咧就好震驚啦，佢就由紐約就飛到去即係佢屋企嗰個州裏邊咧，就去陪佢妹妹。嗱，當時佢描述佢嘅心境咧就好嬲嘅。佢話點解當佢個妹妹就入咗一個加護病房，即係即係比較多護士嚟到去睇嘅嚇。當佢去喺個病房望落街嘅時候咧，佢見到啲人好多嚇，周圍走夜晚，佢就會諗，點解即係會發生喺我妹妹度咧嚇？啲人咧就可以如常生活，我妹妹咧就即係躺咗喺床上邊昏迷咧咁自己咧又好擔心咁好多嘅怨憤沮喪咁樣。咁加護病房咧係準屋企人咧係輪流有一個上去陪佢個家人嘅。咁咧就當輪到佢去陪佢妹妹嘅時候咧，佢又好挫敗因為佢見到咧就係佢個妹妹咧好多喉即係啲監護器昏迷又整咗，即係周身都係喉。咁咧當佢睇到嘅時候咧就唔知做到乜嘢。又見啲護士咧騰嚟騰去咁樣即係又做依樣做嗰樣咁樣。好啦，當佢輪到佢去陪佢個阿妹嘅時候，佢坐低咁嗰個時候大概係點零鐘夜晚開始靜啦即係啲姑娘做啲嘢嗰個頻密度冇咁高啦。佢仍然都好挫敗，佢見到咁多喉響佢個妹嘅身上邊，佢唔知做啲乜嘢。咁個護士咧就睇到佢咁樣，佢就問呢一個作者：你有冇梳咁樣？咁佢有把梳你試下幫你個妹梳下啲頭髮啦。梳下頭髮其實都好舒服嘅咁樣。咁呢一個嘅家姐咧就喺個護士協助之下撥開啲管之後咧，就幫佢妹梳頭。佢話：當我梳嘅時候咧，原來發覺咧有啲音樂播緊嘅喎，喺個病房裏邊。佢話：原來我頭先唔知道有啲音樂播緊，因為佢整個人咧都會好喺個震驚裏邊，佢根本唔知即刻發生咩事。咁當佢去梳頭嘅時候，原來自己可以點都扮演啲角色，佢就冷靜下嚟。如果聽到原來有啲輕音樂嘅，所以佢過後咧，佢就寫翻個故事。佢咧就好多謝呢個護士，佢俾我參與照顧佢嘅妹。同樣佢發現咧，原來咧當佢唔喺度嘅時候咧，都有啲天使係可以照顧佢嘅親人。而家多一個，因為佢都可以嚟到參與個照顧。我中意呢個故事咧，就係又係一方面咧，一個護士咧，佢係介入，佢睇到人嘅需要嘅時候咧，佢嚟到去疏導呢個家姐嗰個情緒。佢亦都俾佢有一個份咧嚟到去介入，嚟到照顧呢個病人。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好嘅切入點。當我哋話全人關顧咁
咁我哋就需要去揾到一啲叫做切入點，嚟到去關顧一個人，無論可能身體方面，可能心理方面，可能嗰個尊重方面，以至我哋可以成為別人嘅支援。咁我覺得咧就係呢個需要我哋去努力啦嚇。即係無論我哋係醫護人員好，我哋教牧人員好嚇，咁或者係成為別人嘅家人，而我哋家人有事好，我哋都可以喺唔同嘅切入點裏邊嚟到成為別人嘅幫助。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到呢度啦啊！咁主要咧就睇翻咧，其實全人咧係需要我哋去 reflect 嘅，我哋去睇一睇自己係咪全人健康咧？嗱，因為如果我哋自己唔健康嘅時候咧，我哋好難點啊，去成為別人嘅支援嘅。同埋當我哋話要去支援別人嘅時候咧，我哋要揾嗰個切入點嘅，係身體啊、心理啊、社交啊，因為喺靈性裏邊咧，我成為一個切入點咧。嗱，你家人嘅時候，可能你會多一啲喺身體裏邊一個切入點嘅。係，如果你係教牧同工嘅時候咧，你就多一啲喺心理同埋靈性上邊成為你嘅切入點。咁當然我哋醫護人員就會全面啲，希望可以嚟到支援我哋嘅病人同埋家屬。呢個咧就係今日嘅內容啦，要點。好，咁咧就睇下大家有冇咩問題。好，咁今日好多謝陸博士為我哋分享今日嘅講題。好，喺完之前呢，都有幾樣嘢特別宣佈俾大家嘅，就係咧下一個星期呢，因為公眾假期啦，咁所以咧請大家唔好再翻嚟住啦。咁我哋要喺到5月13號嘅時候會再見大家。咁嗰日嘅講題呢，就由吳思源先生講撰寫病人生命故事。吳先生呢，就係重新會社嘅主席同埋拉撒路會嘅顧問。另一樣嘢呢，就係有啲朋友問呢，系列3係點報名？咁請你呢，去我哋嗰個網站嗰度去報名，並且呢，就將支票呢寄去我哋嘅會址，唔係依度喎嚇，依度唔係我哋會址。咁個會址你可以問我哋出邊嘅工作人員，或者上我哋嘅網站去睇。另一樣嘢呢，就係上星期之前，如果有朋友想申請或者係要求呢，攞一個系列1嘅出席證明呢，個證書呢就已經預備好啦。咁請一陣間呢，朋友喺出邊嘅reception 嗰度呢，就向我哋工作人員去查詢。另一樣嘢呢，就係系列4第四嘅講座，由黃載寶教授主講嘅死亡與心靈呢，記住係已經由9月30號改為9月29號星期一，因為場地嘅安排，所以作出呢一個嘅更改嘅。另一樣嘢再提一提大家嘅，如果你係申請咗持續護理教育學分或者係社工嘅持續專業發展學分呢，請係記住喺出邊嘅 reception 呢就簽到，係啦。咁報告係咁多，希望5月13號再見到大家。